的客家擂茶是用来招待来访的客人的，不过呢，在马来西亚的客家擂茶可是被当成了养生的主食，因为在当地这个擂茶呢是用5种天然的香草擂成汤底，再配上富有营养价值的蔬菜，一整碗的擂茶不但是很养生，也很有饱足感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到马来西亚，一块来品尝这一碗蕴含客家传统的擂茶。在马来西亚梅里市有店家专门贩卖客家擂茶，不过仔细看，跟台湾的擂茶很不一样哦。这个哈，都是菜豆、长豆，是西芹。这一大碗擂茶很有饱足感，而擂好的汤头是天然的食材，所以当地人更把它当成养生料理。因为这个比较传统的，而且是说健康的饮食啊，对，很多人都来这边吃。马来西亚的客家擂茶非常花功夫，不止大街上吃得到，连客家工会也常常教学。妇女组的陈妈妈带头，要教婆婆妈妈怎么留下传统的客家味。包含薄荷、9层塔，总共有5种不同的食用香草，通通加入擂茶瓮里，而擂也有学问。这些香草擂好之后比较苦，所以还要再加料。而花生跟鱼干就是擂茶调味的好帮手。你要蒜米，你要你要用香，你还花生还用甜的。我讲捋下，你就捞落去咯。加上热开水，再和一和，擂茶汤底大功告成。重点是它还能够当主食，白饭1碗，配菜就是青菜了。芒豆、青菜、蒜，我们全部来弄，切小的哈，也很多，你们要让整团这样把它梗到哦。喜欢什么自己调配，再加上擂好的汤底，就是道地的擂茶餐。擂茶就好了，才刚来卸啦，开始卸啦，等一下。很像茶泡饭的美食，就是当地最传统的擂茶味，不用再煮汤炒菜，1碗搞定。这些菜我们都是想象是吃食这样哈，这个吃菜比较多，比较健康啊。先苦后甘的口感，吃一口也能体会先人克勤克俭的生活。因为以前常常是左右邻居聚在一起享用，养生又省钱。因为也经常在一起吃啊，所以那些料香料怎么配啊？味道怎么样才会更好啊？所以这个都通过这种经验累积起来的了。在异乡落地生根，用古法交织出独特滋味。一碗绿色的擂茶也能品尝客家先人吃苦耐劳的人生。薄荷的清凉，9层塔的浓郁，香草交叠，客家传统在马来西亚飘香。客家擂茶的淡淡苦甜，体验鲜明，甜手知足，体验一碗感动时刻。